停车场啊？哎，hello，哎，停车场。去哪里？那边。停车，停车！熄火一下，熄火一下。下车，下车一下。配合一下。好。下车，下车，下车。我把车停好了吧？那我你都跑成这样子，你停啊！那你帮我停。出来。不是车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。出来。我可不可以打个电话？可不可以让我打个电话？等一下让你打啦。不是，我现在打给我哥哥啊。待会派出所让你打。我车在。来，我再问一次，你身份证照多少？配合一下。好。我家关谷你唔知，你照我相。我来拍谁了？警方昨日晚上20时30分许于中立区工学社新村附近查获一名罗姓通缉犯，警方上前拦查，却驾车加速逃逸。员警当场灵机利用地形优势，兵分两路超捷径，顺利抢先追捕到车辆，逮捕罗姓通缉犯，全案依法解送地检署。